大家好，相信有看过了口腔样片的朋友，有當多人係托公家機關服務嘅，一下會能向下來學習，直接來用到嘅公務抗議哦。一開始，讓我們學習見面時常用的稱謂和問候。首先來介紹稱謂，可以分為男性、女性。如果對方的年紀看起來比爸爸大，我們就會叫他伯父，客語就是阿伯。伯父的太太呢，會能是喊做伯妹。阿伯、阿伯、伯妹、伯妹。如果年紀看起來比爸爸小，我們就稱對方阿叔、阿叔。叔叔的太太，我們就叫叔妹、叔妹。阿叔、阿叔、叔妹、叔妹。接下來，如果遇到跟我們年紀差不多，但稍微比較年長一點的哥哥姐姐，男生可以稱呼他叫阿哥、阿哥，女生稱呼他叫阿姐、阿姐。接下來我要介紹一個特別的詞彙，當我們遇到前來洽公的民眾，無論是男性或女性，無論我們知不知道他的職業是什麼，我們都可以尊稱他為老闆。客家話的老闆怎麼說呢？頭家，頭家。女生不用特別加娘，不管男性或女性都可以叫頭家，頭家。學會了簡單的稱謂後，我們來學問候語，分為4部分跟大家介紹。第一個，早安，晏晝，晏晝。吃飽了嗎？食飽了嗎？食飽了嗎？吃過午餐了沒？食酒了嗎？食酒了嗎？您好，您好，您好。最後，我們來運用稱謂和問候交叉組成的句子哦。比如以下的例句：第一個，伯父吃飽了嗎？阿爸食飽了嗎？阿爸食飽了嗎？第二個，哥哥早安，阿哥晏晝，阿哥晏晝。第三個，伯母您好，伯妹好，伯妹好。第四個，姐姐吃過午餐了嗎？阿姐食酒了嗎？阿姐食酒了嗎？剛剛我舉了4個例句，相信大家一定都懂如何組合稱謂和問候了。以上的教學是為了讓大家可以自行依據洽公民眾的情形和時間點來問候。